保時捷6、12、18萬公里大保養要換啲咩配件？要點揀？全車油水大保養全部換落嚟，可以幫你慳到幾多錢？保時捷一樣有分大、中、小保養，分別係 Major Maintenance、Intermediate Maintenance、Oil Change Service。基礎保養每1萬公里或每1年進行一次，中等保養每3萬公里或每2年進行一次，大保養每6萬公里或每4年進行一次。我哋首先嚟講下大保養要換啲咩呢？就係我面前呢一套，包含有機油、機油濾芯、空氣濾芯、空調濾芯、火花塞、剎車油、波箱油、波箱濾芯、分動箱油、差速器油。至於配件要點揀？機油要根據發動機艙上面嘅指引標籤，選擇對應嘅保時捷認證標號機油。機油濾芯要用原廠嘅，剎車油品牌同原廠差唔多價錢，就直接用原廠。保時捷係唔做波箱油嘅，佢嘅波箱油係由采埃孚代工，直接選用采埃孚嘅性價比最高。除此之外，節氣門要做清洗匹配，需要用專檢電腦檢查及 reset。咁樣一套大保養睇落嚟肯定要5位數，嚟到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只要4位數幫你搞掂。定時做保養，師傅可以通過保養檢查，及時發現啲隱形問題，比如發動機嘅密封膠圈有冇老化，有冇漏油漏水，油液有冇金屬異物或變質，細微問題及早發現，及早處理。做完一套大保養之後，揸車更爽更信心。